本港短期內出現3宗登革熱個案，當局加強滅蚊，又話擔心登革熱成為風土病。劉慧卿話：如果第2階段政改諮詢冇不合理限制嘅方案，民主黨認為可以商討。安倍晉三第一次承認中日就釣魚台問題有唔同主張，又話中日首腦會談正係作最後協調。各位，歡迎收睇午間新聞。本港第3宗本地登革熱個案，確診嘅女病人仍然喺瑪嘉烈醫院留醫，情況穩定。當局喺患者寓所附近加強滅蚊，又話擔心登革熱會成為風土病。食環署朝早派人去到患者寓所附近嘅山邊清除雜草，同埋噴滅蚊油。確診感染登革熱嘅36歲女病人姓譚，住喺青衣上高灘街嘅涌美路屋村。佢嘅爸爸話：個女同丈夫以及歲半嘅仔一齊住。之前佢覺得唔舒服去睇醫生，佢話村屋通常都多蚊，佢哋平日有做防蚊措施，但都有蚊咬。好似你咪見到咯，閂晒窗啊，有蚊網啊，咁呢啲係咪一個措施嚟㗎啦？唯一打好似風癩，咬完個風癩咁咯。我個女咬完都會咁㗎。村長話：食環署一向都有派人清潔同埋滅蚊。好似尋日嗰個登革熱嗰個問題咧，我覺得係個別事件嚟嘅啫。本身村咧就已經係成日都呼籲翻咧，我哋村民對蚊患嗰個問題㗎啦。咁政府咧又冇成日都配合翻我哋嘅要求去做嘅。涌美路屋村呢一度靠近山邊，附近亦都有唔少嘅草叢。有村民話入夜之後蚊患會比較嚴重，平日落街都會噴定蚊怕水，做好防蚊措施。衛生防護中心早前話，患者曾經喺寓所附近以及青衣東北公園被蚊咬過。佢感染嘅登革熱4型呈陽性，同之前2宗嘅確診個案唔同，感染源頭亦都唔同。當局擔心登革熱成為本港嘅風土病。香港係4年來咧係首次咧喺短期內有3個本地嘅個案咧，情況實在係令人擔心。咁我哋係非常重視嘅情況。咁目前嚟講，預防登革熱最有效嘅措施咧，就係消滅到個蚊患。但我哋始終擔心，如果蚊患嗰個控制唔能夠達到效果嘅話咧，對登革熱能唔能夠成為香港嘅風土病咧，我哋係擔心嘅。佢又提醒傳播登革熱嘅白紋伊蚊嘅蚊卵低至攝氏9度都可以孵化同埋生存，所以就算踏入秋冬季，市民都應該注意防蚊。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導。佔領行動第42日，金鐘同埋旺角等地繼續有市民佔據馬路集會。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話：雖然泛民議員已經表明會否決政改方案，但係如果第2階段諮詢政府拋出嚟嘅方案冇不合理限制嘅話，民主黨認為可以商討。佔領行動膠着，學聯上京未有安排，泛民辭職公投搞得成嘅機會又微。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出席本台節目講清講楚嘅時候話，都唔係冇出路。我哋係唔會接受一個假嘅普選方案。如果你唔叫佢做普選又唔同喎，你話係其中一個循序漸進嘅一個里程碑，去到呢個位，然後再進。我們莊嚴承諾，必定會予以否決。泛民議員喺人大框架公佈之前已經簽訂承諾書，話必定否決唔符合國際標準嘅政改方案。人大常委會8月31號公佈框架，泛民即日就表明50%嘅提名門檻唔合標準，一定會一齊好堅定否決呢一個令人作嘔嘅方案。我哋當時嘅理解係冇得傾嘅，我哋就覺得831乜都唔喐嚇，20幾萬人選4個界別，甚至冇啊！嗱，831框架冇堅持一定係得20幾萬選民基礎㗎，當時都係話選民基礎可以擴闊㗎。嗱，我都話講啦，我哋當時嘅理解，亦都係今日嘅理解咧。我哋點解杯葛？就係因為我哋話假啊嘛，因為喺個框架之下，冇可能達至到一個普選，係俾市民有真正嘅選擇。咁但係如果佢拋一啲嘢出嚟，好多社會都話有冇牙？喂，甚至阿戴耀廷嗰日翻去嗰10幾個法律界嘅專才一睇，咦，
咁條頸咩有吊嘴嗰啲咧？有冇啊？即係點啊？係俾選民有真正嘅選擇吊嘴？點解大家冇傾啊？我問題係係咪即係話發生框架唔收翻都仲有得攞？我就話如果你達到嗰個個肉扣咧？就有得留。佢認為如果建制派邊個攞咗佢啊？就應該幫助我哋個仔攞咗去。好，我幫你話俾姑娘聽。電視記者吳景忠報道。身兼港區人大代表嘅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認為，學聯尋求同中央官員討論政改機會唔大，又話佔領行動已經超過1個月，集會人士應該撤離。咁我諗年青人去追求佢嘅理想咧，就唔能夠將自己嘅政治目的建築喺別人嘅痛苦之上。我希望佢首先係盡快撤離。至於佢話佢係要求董建華先生同埋范徐麗泰女士係去代佢哋去安排接見領導人咧，我覺得都係會冇公義回嘅，因為佢哋根本上咧就唔能夠跳過香港本身嘅當局，而直接走到去中央去直接見領導人。我希望佢哋咧能夠比較現實一啲，有規有矩就係需要佢喺香港先處理佢嘅問題。所以如果佢係遞咗信俾董先生，如果董先生願意見佢嘅，亦都係不失為一個好嘅安排。但當然呢個係由董先生去作出個決定。民陣不滿警方拒絕開放中聯辦外嘅行車道俾聽日嘅遊行人士使用，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上訴，結果被駁回。民陣喺委員會提出，警方只係安排中聯辦外部分行人路同埋指定公眾活動區，俾超過100人集會係唔足夠，要求警方開放中聯辦外花槽左右部分行車通道。警方解釋，中聯辦聽日如常辦公，職員同埋車輛都要使用車路出入。又話考慮到持續嘅違法佔領運動，擔心集會會演變成非法集結，所以唔會開放更多馬路。上訴委員會聽取雙方意見之後，一致駁回民陣嘅上訴，話中聯辦外嘅地方細係先天原因，警方並唔係留難，而係保障示威者。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對於一個學民思潮義工被內地拒絕入境表示震驚。學民思潮話，一個學生琴日喺深圳關口過關嘅時候，被指參與違反國家安全活動，被拒絕入境並且被遣返，之後安全返香港。黃之鋒話：嗰個學生只係一個義工，琴日過關嘅時候並冇政治動機，亦都冇帶任何政治標語。而嗰個未夠18歲嘅義工喺本港參與過派傳單，但係冇喺公眾媒體前面出現過，質疑內地拒絕佢入境係咪製造白色恐怖？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話：港珠澳大橋工程超支，唔能夠將主因歸咎於建築工人工資上漲。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橋話：港珠澳大橋嚴重超支，原因包括規劃失誤、材料價格上漲同埋項目管理不善等等。2012至到2014年，工人工資平均每年升幅10%，而最高峰每日3000個工人開工計算，估計3年嚟嘅薪金最多上升2億7500萬。喺大橋工程超支嘅50億當中，只係佔唔夠6%。認為將超支主因歸咎工人係有失公允，建議政府詳細交代超支原因。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一次承認中日就釣魚台問題有唔同主張，但冇正面回應會唔會再參拜靖國神社。佢又話中日首腦會談正係作最後協調。中日達成4項共識，宣布重啟政治同外交對話之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尋晚接受富士電視台訪問，話正係為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做最後準備。環境整備ができた日本側もですね、中國側もですね、首脳会談が行われた方がですね、日中両国にとってより有益であり、地域の平和と安寧のためにも資すると、こう考えてい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安倍晉三有提到釣魚台問題，話中國公務船接近或者駛入釣魚台海域，造成緊張局勢。佢話日本政府嘅立場冇變，但中國政府亦都有佢哋嘅講法，並首次承認兩國喺釣魚台問題上面有唔同主張。安倍晉三認為問題如果咁樣發展落去，好可能會發生不測事故，建議中日建立緊急聯絡機制，除咗可以降低衝突風險，亦都有利增加兩國互信。佢話如果同習近平會談，會提議兩國即時設立呢項機制。
咁佢會唔會再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晉三冇正面回應，只係話中日達成嘅4項共識唔包括處理個別事件。安倍晉三尋晚亦都同執政聯盟嘅公明黨黨魁山口那津男會面。山口那津男話：安倍晉三認為可唔可以同習近平會面，對兩國關係嘅發展相當重要。共同網報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今日可能會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商討，為中日首腦會面作具體安排。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導。日本同美國喺鹿兒島附近舉行聯合軍演。日本新聞網報導，演習人數達到4萬，規模係近年嚟最大，喺奄美大島附近一帶舉行，主要模擬進行反登陸作戰。報道話，日美可能顧及同中國嘅關係，唔想刺激中國，所以演習地點亦都避開中國艦隊進出太平洋嘅沖繩一帶海域。聽日係德國柏林圍牆倒下25週年，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呼籲各國牢記歷史教訓，避免再陷入冷戰局面。當年分隔德國人嘅圍牆早已經消失，呢度一個又一個發光嘅氣球，足足8000個，連成15公里，就係當年圍牆嘅所在。點點光芒唔單止紀念圍牆倒下1/4個世紀，仲代表世界各地嘅人無數嘅希望。呢啲祈求和平嘅氣球會喺星期日25週年紀念當日放上天空，祝願倒下嘅唔單止係世界上其他嘅圍牆，仲有人心中嘅隔閡。德國國會亦都有紀念儀式，前東德歌手比爾曼獻唱當年深受東德反對派歡迎嘅歌曲《鼓勵》，象徵當年對抗東德共產政權嘅事蹟。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亦都抵達柏林，準備出席紀念活動。佢敦促各國領袖牢記歷史教訓，慎防烏克蘭嘅問題令到東西方會再陷入冷戰局面。1989年東歐發生巨變，11月9號，數以千計東柏林居民湧去柏林圍牆，要求去到西柏林。東德政府被迫開放邊境。1990年，當局決定拆卸柏林圍牆，東西德正式統一。無線電視記者胡若明報導。而天氣方面係多雲，天氣較涼同埋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1點鐘氣温係19度，相對濕度95%。